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要開箱嘅就係歡天喜地嘅伊貝組合包。我喺71見到呢一個包裝啦，見到哇超級靚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買。尤其是係依家鏡頭前面望到呢一張伊貝卡啊，十分之靚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箱。咁咧就有5包呢一個 M3超級進化虛無歸零嘅卡包啦，跟住有呢個伊貝嘅鐵盒啦，幾靚幾有 feel 唔錯。然之後最後一樣就係啱先提及過伊貝呢一張封面卡啦，轉頭用個套入住佢先。OK，好啦，開卡包，一次過剪晒5包先，然之後逐包逐包開睇下有咩卡。好，哇喺先一包包咁開，OK 好，第一包唔知會中咩卡呢？好，第一張火箭雀啊，第二張卡比獸青藤蛇，呢個伊神獸喎，幾靚，超能妙貓，OK 問卷卡，第二包啦，惡之化石龜腳腳鬼師寶可平板粉彩碟，我冇閃嘅呢包。好，第三包夜渡火色粉碟蟲冰雪龍麥亞雷士癩黑貓，又係冇閃，哇，有啲伏喎。好，第四包小貓怪小哥達頭與梟，咦閃喎麥亞雷士，啱啱都有白卡呢張河馬獸。好，最後一包啦，第5包海猩猩奇之化石火箭雀烈箭鷹能量譚子啊，哇唔係嘛冇閃。好啦，開完啦，咁呢，最後結果就5包裡面得2包有閃啦。